呢個係剛才講政治體制嘅設計啦，就話要符合一國兩制概念，從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個特別行政區法律嘅出發，保障香港繁榮穩定，兼顧各階層嘅利益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嘅發展，既保持原來政治體制下之有效嘅部分，又要循序漸進咁樣發展一個適合香港嘅實際情況嘅民主制度。喺度我都想講講三權分立。好多時咧，大家聽到三權分立咧，就好就話啊，你唔可以批評法官，你唔可以即係影響呢個司法獨立咁。咁咧其實咧係三權分立係咩意思咧？唔係話邊個大過邊一個，而係話各司其職。行政機關咧係負責咧係制定政策，佢亦需要咧係草擬法律提交嗰個方案咁樣。咁而呢個通過法律嘅權同埋呢個撥款嘅權咧，就喺立法機關嘅處。咁所以佢兩個咧係相互配合、相互制衡。司法機關咧係仍然係政府一部分嘅。如果司法機關唔係政府一部分，我哋點講乜嘢嘅三權咧？係政府嘅三權分立啊嘛。所以司法機關肯定咧係嗰個即係政府嘅一部分嚟嘅。但係基本法第85條講明，司法機關審判案件嘅時候不受任何干預，所以冇人又可以干預佢哋嘅。而法官唔為佢作出嘅裁決咧，係承擔法律責任嘅。咁所以咧呢個法官點解可以咁做法咧？咁第一咧就係喺刑事上有保障啦。任何人叫個法官影響佢裁決嘅時候咧，係呢個干預妨礙司法公正嘅。咁呢個刑事嘅罪行嚟嘅，所以係咁做啊，或者最低限度都藐視法庭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佢整個委任嘅制度咧，係話法官喺委任嘅時候咧，係經過一個司法人權推薦委員會咧，係嚟到推薦嘅。喺呢個委員會咧係有9個人，有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、律政司司長、2個高等法院嘅法官、大律師公會嘅代表、律師會嘅代表同埋3個市民。9個人裏頭有7個贊成咧，你先至可以被推薦。如果得6個都唔得。而行政長官只可以委任佢哋推薦嘅人，或者拒絕佢哋推薦嘅人。行政長官唔可以我自己中意邊個咧，就你哋推薦佢啦，咁係唔得嘅。但係一經委任咧，過咗試用期咧，佢就係一個終身制嘅啦。終身制嘅意思佢係可以做到佢退休為止。咁所以咧，佢喺嗰個即係因為有咗呢個職位嘅保障啊，所以咧佢除非佢係喺身體或者精神上有毛病，不能履行職責，或者犯咗嚴重錯誤，先至可以被開除嘅。如果佢被開除嘅時候咧，仲要經過一個3個人組成嘅調查委員會，係由法官做嘅呢個調查委員會咧，去決定佢係咪真係有不能履行佢嘅職責，或者係有犯嚴重錯誤嘅。咁所以咧，因此咧，佢可以無畏無私、無欺無懼咁樣去履行佢嘅職責，而係能夠達到司法獨立咧，就咁解嘅。